唉，排緊精神科門診，仲要等好耐先見到醫生，真係唔知有咩可以做。屋企人要排咁耐，我仲有咩可以幫到手呢？等待過程雖然漫長，但你並唔孤單。如果你係45歲或以上，又輪候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瑪麗醫院、九龍醫院或者基督教聯合醫院嘅精神科服務，你可以考慮參加由醫院管理局同香港大學合作推出嘅社區心理健康服務發展計劃。計劃裏面，香港大學研究員將會每3個月定期跟進你嘅情況。你亦有機會獲得由社工提供為期6至9個月嘅心理健康服務，或獲得臨床心理學家製作嘅心理健康自助手冊，學習行為活化嘅個人練習及改善情緒嘅工具，伴你度過呢段等候時期。聽落都幾好喎，不過參加咗呢個計劃，會唔會拖慢我排隊見醫生嘅時間嘅？參加呢個計劃唔會加快或者減慢你嘅輪候時間。計劃會提供一啲非藥物治療嘅方案，伴你度過呢段等候時期。你可以掃描以下 QR code 報名參加本計劃。報名嘅時候所提供嘅姓氏及電話，只會作為研究人員初步聯絡之用。團隊並唔會喺未經你同意下將你嘅個人資料透露俾第三方。除咗可以 WhatsApp 二維碼中嘅聯絡號碼，你亦都可以向輪候醫院嘅精神科護士查詢，了解更多。